说了你事儿不事儿的吧？不让你进去看，你非得进去看。我怎么事儿了呀？这里边肯定有你的事儿。我包呢？哎，就让那高富帅帮你看上了。什么？我去！不，你干嘛你？啊！家里的刀少了一把，我得赶紧去找他。背背我。你赶紧起来，咱俩的事儿以后再算。快呀！他要是跟我认错，我就把糖给他；他要是……醋拿过来，排骨咱就做糖醋的啊。你做饭那么难吃，你好似做给别人吃啊！我倒看是哪个狐狸精，他到底哪点比我强啊？苏涵，给我开门！苏涵，给我开门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我，谁呀？说真的，谁能够想到孙寒好这口？你脑子掉厕所了是吗？不也是实话实说吗？你先别着急，金庆林他现在已经去了解情况了，说不定这些都是误会呢。误会啥呀？误会人家堵门口了，这叫误会啊！来，咱俩出来谈谈。谈啥谈？这不都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吗？你不说个什么能死啊？行了，光光说的也没有错，这不是事实吗？表姐，你别这样，也许真的是误会呢。表姐，我要去道歉。表姐，你跟谁去道歉啊？我把人打了，就是我不对啊！不是吧你把人家的脑袋打了，你的脑子怎么坏掉了？这事需要道歉吗？你没把人家打死，都算你遵纪守法了。光光，他想去就让他去吧。甜心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总会好起来的。那句歌词是怎么唱的？挥别错的，才能与对的相逢。我的人生都是坎儿，一个接一个。没事儿，我能挺过去，放心吧。表姐，总要让他自己面对的。他这次被打得太惨了吧，头都被打爆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是做小三的，被发现了，原配气不过，当然教训他一顿了。可这教训的也太狠了点吧？这下半辈子该怎么过呀？你们这两个长舌妇，这舌头就是用来在人家背后嚼舌根的是吗？有时间多去关心关心自己老公有没有出轨，倒管到我头上来了。你们两个要不要这么无聊啊？是，我是让孙涵女朋友打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你们在这指手画脚说三道四。
继续。大白天的拉什么啊！你看看我，哎，你怎么还这么说话？不都跟你说好了吗？哦，我忘了，真服了你了。怎么样，还疼不疼？疼，超级疼的，这有点疼。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啊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我不该。不该？你是不是想说你不该打我呀？我确实不该打你不也打了吗？我是真心想跟你说对不起的。别，你可别，我可受不起。我的靠！打针了啊！不好意思， 39房，你今天的家属怎么这么多呀？那我先走了，你早日康复。我送你。哎，别！涵涵，别走，涵涵，我害怕，我怕。我自己可以走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不懂。裤子脱了。嗯，不是打点滴吗？怎么改成打针了？没有为什么，我喜欢，家长配合一下。哦，不是，别你，你叫什么？打针很疼啊，我当然要叫啊。护士，我晕针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护士。你看你也没有针了，要不咱们改天再打吧。我们这是医院，别的没有，针多的是。小姐，别难受了。反正那个孙涵，你早就看不上了，又黏又肉的，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，关键还太老实。你说，一点都不会哄女人开心，也不会制造浪漫。你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我都怀疑你会得上老土的病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能说？谁让你说了？那是你姐夫。欺行霸市。对，我不能被他们就这么欺负了。哎，你说贝贝，女的我也就忍了，我现在连个男的都比不上。你说这要传出去，我以后天性还怎么见人啊？姐，你好好说嘛。我觉得，这次咱们不能硬攻，咱们要智取，你知道吗？智取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脑子这么高端的东西，你哪儿长？